绿色和平今日发布一份研究报告，这其中就讲到台湾2023年到24年制造 AI 晶片用的电是占东亚总量的4成，这主要的来源就是台积电。团团就表示，目前台湾的半导体也是倚靠化石燃料的发电，呼吁企业都要担起社会责任，带头投资再生能源。最近这几年，因为国际 AI 发展，进一步推动 AI 晶片的制造甲投资。不过，根据绿色和平上新的研究报告，发现2023至2024年，全球 AI 晶片制造的用电量年增幅超过3.5倍。其中，台湾的用电就占东亚总量的4成，主要来源就是台积电，总用电量占全台湾8.4%。亲像2023年的总碳排放大约是1141.8万吨，差不多是4座大中火力发电厂的一年排放量。台积电在德国、在日本还有在美国这些的厂区，其实都已经达到100%的再生能源使用了。那相较之下，在台湾用电量非常高，可是再生能源的使用却还是非常低的这个情况底下，其实它也去凸显出未来在台湾出去的这个晶片，它其实会面临到高碳排的一个这个成为贸易的上面的一个压力哦。因应国际对碳排放和再生能源的要求，台积电有承诺要伫2023年使用60%的再生能源，到2024年要达成100%的目标。绿色和平讲，若是企业利用光电家己发电家己用，评估长期成本是通到1度电3块以下。也若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嘛，呼吁政府伫咧法规顶头应当调管企业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。你如果在 FO 供应链，你就也一定要就是要一定比例的再生能源，甚至是100%的再生能源。因为现在那个再生发展条例就是规定企业要一定比例，大概就是10%的绿电哈。那的情况来说，我们觉得这个比例其实应该到要去调整的时候了啦。目前台湾的半导体要高度使用高污染的化石燃料发电，这就占台湾发电结构的8成。团团表示，台湾是再生能源真丰富的国家，有光电、水力和风电等等。也若拄比电力的技术嘛愈来愈好，因呼吁用电愈侪的企业就尽愈侪社会责任，认为企业应该爱带头投资再生能源，带动能源产业的发展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